台东县环保局今年是查到140多台占用道路的汽机车哦，因为无车主来领，准备要毁掉咯。台东县的警察局嘛呼吁民众，无要搁使用的车辆，就要去监理站报废回收，唔通乌白单，会受到处罚。去互台东县成功分局查扣的20多架违规的汽机车，伫台东县坑废弃车辆的坑存场来销毁，规台车去互怪手拆解离一离。其中还佫有一只铁牛仔，因为无挂车牌驶去车路的，去互警方查扣销毁。大多数的违规车辆皆为无牌或伪被造车牌车辆、农用机具及报废车等。伫这个坑存场内底，嘛有环保局稽查到占用车路、人歪地的汽机车，今年到今已经有140多台拖来遮。环保局讲，遮去互查到的车，拢已经廃弃，袂当骑嘛袂当驶。毋过占用伫个车路或者是停车格，会以台东县处理占用车路、废弃车辆这篇要点，打通知书7天了后，车主若无来刷走，环保局就会拖去车辆的坑存场。讲过1个月，要是无人来领，就会甲销毁。这些废弃车实在是就是要请一些相关的一个车主不要随便来占用道路来做弃置，甚至于我们的停车格。环保局表示，这个歪地的车要是会当为验证的号码查到车主是啥物人，拖来坑存场保管的费用，乌多摆1天50块，汽车1天是100块，还佫有拖来到遮的费用，拢会通知车主来纳。环保局呼吁车主，汽机车若废弃袂当驶袂当骑，要是爱按规定去监理站报废，袂当乌白订，若违者会裁罚。记者综合报道。